第三波疫情爆發，口罩已經成為所有人嘅必需品。雖然口罩嘅供應大增，唔再需要左撲右撲食炒價，但質素參差都幾令人擔心。今日就等佢教大家點樣分辨好壞口罩啦。我係化學 L K 抗。今次我哋就揾嚟新推出嘅香港寶嘉 ASTM Level 1口罩，俾 K 抗檢驗同時示範。即係獨立就梗係好啦，因為咧口罩就會潮濕嘅。咁潮濕咧越潮濕，即係個靜電走得越快。咁啊靜電走得越快咧，咁佢有兩個數據，一個叫 BFE boy， 一個就 PFE。咁啊 boy 就唔會隨靜電走嘅，即係佢 boy 係95就95噶啦。咁個 Peter 咧就係受靜電影響嘅。咁啊靜電越高咧越強咧，咁個 Peter 就越高嘅。咁啊，正常嚟講，如果一個口罩咧擺喺個室溫環境潮濕嘅咧，咁我諗佢啲靜電咧都唔會捱到3-4個星期。所以理論上越少量嘅包裝越好，獨立包裝就最佳。另外，口罩亦都應該盡量擺喺陰涼乾燥嘅地方，亦都唔應該囤積過量，以免過期。即係通常咧，你拉到出嚟咧，呢個邊最遠個位同呢度咧唔會超過6-7寸。即係我諗5-6寸係極限㗎，即係呢一個距離。因為口罩係咪貼面，主要係受耳線拉力同埋彈性影響。好似呢兩款可以拉得過長，就有唔夠貼面嘅機會。主要都係睇四邊同埋耳繩嘅連接位係咪啤得穩妥，可以用呢啲圓點深淺嚟判斷。不過 K 抗就提醒鼻線位要特別留意，圓點要深之餘，但就唔可以穿窿，否則有機會漏氣，影響過濾效果。呢方面寶嘉做得相當唔錯。我而家呢個口罩咧就因為新鮮整出嚟嘅，冇經過摩擦嘅。咁佢嘅靜電就係佢原裝嘅靜電嚟嘅。咁我咧做咗呢個動作之後咧，跟住我就會咁樣做嘅，揸上嘗試放手，睇下佢支唔支撐到。嗱，如果完全支撐唔到，叭一聲跌落嚟嗰啲咧，咁就冇晒靜電。咁呢個咧，你話咦咁呢個咪真係冇晒？唔係，佢呢個有少少靜電嘅，因為佢跌落嚟嘅時候咧，佢有少少掙扎嘅。佢話遇過過強靜電嘅樣本，會長期黏住手，甚至吸住底面層。而寶嘉呢款係比較弱。不過佢亦都強調靜電強同埋 PFD 強係並非必須嘅，一般外出使用其實 BFD 95% 以上已經相當足夠，而 PFD 口罩就主要係用於高危地方，例如醫院，大家無謂盲搶，留俾醫護或者有需要嘅人士較好。因為你靚嗰啲溶粉末最靚嗰啲咧係成張白紙咁嘅。咁啊好均勻嘅，嗰啲纖維咧你睇唔到一條條嘅，因為根本幼到你睇唔到。咁啊渣嗰啲咧就粗啲啦啲纖維，咁啊亦都均勻度咧就唔明顯嘅，就係開始明顯啦。所以均勻度明顯意思即係你見到一笪笪嘅。再誇張認真一啲，可以出動到呢類放大鏡，將口罩擺喺光源底下。就可以睇到濾層質素，好似呢個就有窿，病毒有機會穿過。誇張一啲嘅更加會有蟲，驚啦啩。另外，亦都可以嘗試撕開濾層用噴布，纖維質素差嘅會一撕即開，更加會有咁樣嘅響聲。纖維質素佳嘅中間會有纖維連住，唔可以一撕即斷。整體嚟講，寶嘉呢款口罩屬於中至中下級數。但佢強調，一般出街已經絕對足夠。而喺佢多個月嚟驗口罩嘅經驗之下，認為質素暫時最好嘅就有以下5個品牌。佢話每款口罩都有用上多個樣本檢查。不過，亦都唔否認某啲出品品質參差，時
好時壞。如果發現質素較差嘅，亦都唔使過分擔心。大家可以連埋口罩套一齊用，甚至多加一張紙巾，增加過濾能力。各位讀者你好，我哋有事請你哋幫忙，因為《蘋果日報》嗰個經營實在困難嚇，請你哋多多支持訂閱。